由中國香港3項鐵人總會舉辦嘅2026香港夏日3項鐵人挑戰賽，8月2日喺大埔大美督舉行。不過，一名59歲男子懷疑喺參與游泳賽事期間遇溺失蹤，消防同水警即時展開搜索，直至下午3點左右，終於喺海面尋獲男子，並送往那打素醫院搶救。可惜延至下午3點33分，醫生證實男子不治。有參賽者表示，游水時水溫舒適，水面平靜，並無聽到有人呼救。另一位參賽者亦指，今早完成1.5公里游泳賽事時，情況良好，雖然水流稍有變化，但仍能應付，並非大風大浪。至於單車賽事，第一圈天氣正常，但第2圈突然降下大雨。參賽者指出，大會設有清晰天氣指引，例如若遇上紅雨、黑雨或懸掛3號風球，賽事便會取消。